26年2月10號晚餐整呢個椰汁糕、蘿蔔糕、炒菜炒埋一碟，應該呢個分開好啲啊！大嚿糕好硬啊，點切啊？個年糕難切到啊，好似橡膠咁，有埋個牌子嘅，但搣又 OK，搣又易搣，搣到一嚿嚿，擺返落雪住，咁就唔使切，因為一雪就硬到切唔到。切晒，因為擺返落雪櫃就已經硬到切唔到，所以一早切晒佢，再擺落個盒度。咁我拎咗返屋企啊嘛，打開真係熟咗水，同埋冧晒。晏啲炸返下點？先炸咗啲蘿蔔糕先，打4隻蛋，因為最後嗰個蘿蔔糕炒菜我都會落蛋，椰汁年糕都會飲蛋醬炸。廚餘炸完15分鐘啦，兩邊每分7分零8分鐘啦，跟住開始炒菜喎。煮腍嗰啲菜先，跟住先擺埋蘿蔔糕落炒，落咗糖、鮮淋、水、黑椒粒，煮腍咗，跟住先整埋啲蘿蔔糕落，再加蠔油。唔記得咗係加呢個，擺咗喺雪櫃好耐。呢個就飲蛋醬炸。呢度腍啦，咁我加蘿蔔糕都可能唔夠嘅，可以再加。好似冇夠咁，因為食唔夠再炸啲蘿蔔糕，加咗啲 BBQ 醬，嗰個一個應該夠。嗰個撈飯差唔多就加蛋。搞掂，加葱，好少應該唔夠。我食埋啲年糕睇下點先，唔夠再炸。一出係啲咩味？有啲咩味？熟唔熟啊？蘿蔔糕實熟㗎，蒸都蒸熟咗㗎啦。食咗咩味？快講，冇時間。唔知得出咩味喎？BBQ 醬味。哦〜